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immy 仔啊，歡迎大家嚟到排位佔先機啊。咁就琴日啦，跑完咗1月14號嘅跑馬地夜馬賽事啊。咁就1月杯啊，阿毛顯東就俾阿呂建威詬病啊，因為個跑法問題啊，中段變奏咁樣呢。咁最尾就衝翻上嚟跑第5。而夜馬嗰個就呂建威另外一隻啊，競速威龍啊，希威森。咁啊，希威森就第一次贏喺香港啊，第一次贏呢個級制賽咁樣，都值得鼓舞嘅。天津龍區其實毛顯東，我自己個人認為啊，其實中段變奏其實係你只可以話佢唔係咁熟隻馬，即係個性能去到邊度喎。咁其實佢係有鬥心嘅，講真，你知道嗰陣時馬步速咁樣，所以中段變奏，但係又即係又領先唔到啊，咁就即係啲位置方面可能尷尬少少，咁最尾又勢方面又衝得唔係咁強咁樣咧，咁就其實輸俾喜年勇敢啊，即係競速威龍嗰啲安裕呢啲馬，其實你始終級數方面係真係爭啲嘅，講真，你蝕分跑喎，仲要一隻天津龍區蝕成10磅喎，咁就我啲覺得就唔可以即係太過話毛顯東咯，咁就俾多次機會佢啦。其實咁下次都希望唔好轉騎師喺呢隻馬度，呢個天津龍區。下次其實去翻啲班制賽嚟講都仲有機會嘅。OK， 咁就嚟緊跑呢一個星期日啦，1月18號啊，咁就係呢個沙田嘅日賽啊。OK， 咁就跑呢一個11場嘅。首先講一講第2場啦，4班1200米啊，咁就呢一場有啲新馬、啲舊馬咁樣啦，咁有3隻新馬嘅，咁就4路啊，線路英雄啊，沈集成、楊明倫，咁另外就6號啊，普羅托斯啊，阿呂建威、周俊樂，同埋8號嘅騰達勇士啊。方家柏揾何澤耀騎呢一隻 OK， 咁啊暫時嚟講啦，3隻新馬。首先係講一講呢隻4號嘅線路英雄啊，雖然新馬但係已經係5歲啊，咁呢一隻馬嚟香港未跑過，已經24年3月咯，即係代表嚟咗香港幾耐啊？1年零10個月，係非常之長。咁就嚟香港啦，2個月之後就左前腿管骨受傷 OK， 咁之後右左前腿嘅髖骨受傷。咁再加上右邊盤骨受傷，又發燒，基本上呢隻馬係傷患纏身未跑過咁樣，終於差唔多2年嘅時候，終於首次出賽隻線路英雄。睇操練、睇試習、睇神課嚟講，呢一隻馬都仲未得嘅，講真。咁就可能3隻嚟講好少少，始終真係5歲咁樣大熟大勇喎，咁就搞唔落嘅呢隻馬度。咁就6號啊，普羅托斯啊，即係呂建威一隻啊，同埋8號嘅騰達勇士啊。咁就 overall 嚟講，我真覺得呢2隻馬嚟講咧，即係2隻都揀唔落啊！咁就騰達勇士曾經何時揾一科集係揾陳嘉熙試啊，真係好難得，點解陳嘉熙幫呢隻馬試集咁樣？但係都依然都仲未好成熟嘅兩隻馬咯，好自亂啊！兩隻3歲馬，咁就 overall 嚟講，2隻馬都揀唔落手。咁另外其實有啲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唔揀，例如果隻1號隻南華，雖然上次贏完啦，咁就即係52分加到59分，而家咩135磅，一隻3歲馬得唔得啊？咁啊奧爾文呢隻馬就摸到實嘅。咁就即係市民課沙田嚟就嚟講隻馬嚟講啊，不溫不火啊，我自己覺得咁就有啲似上次大愛無疆啊，即係又係奧爾文騎，咁奧爾文就話係幫佢試埋閘，就幫佢快跳啊，幫佢拍跳咁樣，但係最尾咩個重磅135磅，又話贏完之後第3場又唔見影嗰啲咧，即係有啲陰影啊。同埋隻馬最佳時間1分09秒8啦，上次贏馬1分10秒1嘅時間嚟講，唔係咁快喎，講真呢隻馬，即係啱啱最尾個重磅，即係之前127磅咁樣，124磅，即係做個分段時間。但係今次135磅嚟講，我覺得唔係咁清鮮啊，相比之下，我覺得可能揀啲比較輕磅少少嘅馬會好少少啊。咁就不過131磅有一隻我幾中意就係2號啊，團結戰靈。因為隻馬我覺得第2場嚟講呢隻馬就算做腳又好點樣都好，都應該要拖埋呢一隻馬。咁就因為團結戰靈係2號嘅，咁就本身係大衛希斯啊，即係上季咁啊64分起步啊。咁呢一隻馬嚟講，海外嗰時個賽績嚟講都唔咁喺澳洲嘅時候啊，咁都贏過一場交沙地咁樣啦。咁睇到香港之後啊，但落河評分一開頭咧就比較高少少啊，即係64分起步。咁就報開啲3班賽氣勢都扭盡六壬嘅啦，沙田草地1200啊，沙田泥地1200，報埋谷草1200咁樣，但係呢隻馬依然都贏唔到，但係分數一路減
咁樣。咁本身由3班啦，減到而家係4班，咁就終於去到今季嘅時候啊，再輸咗2場，咁係點樣？102倍，即係最尾一場啦，喺希斯嗰時102倍，跑咗沙田1004，咁就再輸埋去跑第9，咁就過多個零月之後轉到貴福特嗰度。初出係3倍，哇！真係差幾遠啲飛數。啲本身希斯最後一場108倍，咁就去到貴福特嗰度首次出賽，咁就3倍咁樣。因為報跑谷草1200，咁就跑3場嘅，贏咗1場嘅貴福特喺48分嘅時候贏咗1場，咁就最尾後想贏馬啦。分段時間22秒7啦，最快全場。咁就今次嚟講就轉跑翻沙田1200嗰隻馬，貴福特嗰度3場都係跑谷草1200，今次首次報呢個沙田1200，我點樣睇呢隻馬？我覺得幾有機會，因為其實呢一隻馬呢，即係當年啦喺呢一個大衛希斯時候呢，都曾幾何時跑喺沙田1200嘅時間啦，即係3班嘅時候，做1分0九秒7嘅呢個時間，絕對唔差嘅呢一隻馬。即係呢一隻馬其實均速又可以，即係留喺前面可能比較均速少少啊，喺後面追嘅都唔差。咁就上次跑完呢個谷草1200米啊，即係跑第4嘅田大安，咁就沿途高操練功夫都幾好啊，快跳多課啊，同埋三甲之星啊，呢個三甲之星要留意啊大家，因為我下一場會揀呢一隻馬嘅。咁啊同埋三甲之星拍跳啊，成個馬身狀態反應都幾好。今次轉跑翻沙田1200，我先覺得都有機會。咁再抽埋個黃金2檔啊，咁就好跑啊呢隻馬，咁就可能守好位啊，留喺啲後少少嘅位置咁樣，7、7、8、8嘅位置。田泰安好識發揮呢隻馬㗎，人馬配鬥又啱。咁的話就執到場嘅呢一隻馬度，即係不甘於4班嘅馬嚟嘅。咁就揀1、2號啊，團結戰靈啊，第2場 OK。呢一場嚟講放堂嘅馬真係頗少喎，咁啊步速方面會唔會偏慢呢？瑞木啊，即係呢隻都係喺啲前邊走。除咗呢一隻之外，學霸王都有機會走，但係今次由中日禮轉到去巴度，我唔知佢個跑法會變成點樣啦。咁另外就跟前守好位嘅馬就我最好啊呢一隻，咁就呢隻我最好就嗌少禮啊，即係繼續騎翻，同埋呢一隻紅海風範啊。即係轉咗蔡明少，其實都係啲前面啊守好位嘅馬嚟嘅。步速方面的話，我會揀一隻真係喺前面走嘅馬呢。首先呢一場我會揀9號嘅瑞木先 OK。咁呢一隻馬就出咗2次啊，大衛希斯，咁就2次都嗌到話騎。咁今次第3次出賽都係嗌到話騎。呢一場嚟講快貨馬嚟講，可能都係學霸王或者紅海風範呢一紮馬。瑞木嚟講都可能守好位，或者可能都前面領放都唔出奇，因為一檔的話。咁就即係上次啊，即係跑完呢一個就沙田1200嘅時候，12月27號啊，294場次，咁就嗰一次啊，即係前面走嘅，但係奈何啊咁啊，最尾咧俾隻智滿同行啊，即係小魔怪爆冷啊嗰場，海船王者咁樣追過咁樣，咁就復操方面都冇乜特別問題嘅，隻馬都。操練多火快跳同佢直線力山啊，咪你知道拍跳，反應都幾好。今次仲要重新帶多一次羊毛面箍上陣啊！我覺得呢隻馬今次嚟講都有啲變身嘅機會。咁就同場對手嚟講，相比上次嚟講就差一皮㗎啦。咁就一瑞木嚟講比較稱先少少啊。咁啊最佳時間做1分0九秒1分0九秒2嘅呢個時間，絕對唔差㗎。呢一隻仲要係自己喺前面放的話，咁呢一場嚟講，我覺得呢一隻瑞木就比較稱先啲嘅，但奈何呢一隻馬應該啊，即係暫時睇落去應該都比較熱門少少嘅，咁就冇辦法穩中求勝之選咯。咁我第3隻又想揀到一隻比較冷少少，但我只覺得今次嚟講都頗有機會嘅馬，就係11號呢隻紅海風範啊，今次就文家良轉啊蔡明少，咁就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今季嚟講超過4次馬嘅，咁就。佢有4班啊，佢有4次，因為隻馬其實上季主要都係5班跑咁樣，咁就季尾5班嗰時就贏咗1場啦，揾到黃寶嚟即係減磅咁啊，119磅一放到底贏馬，咁就之後都係4班嗰度徘徊咁樣啦呢隻馬，咁就今季就出過4次嘅，即係4班賽嗰時，咁啊沙田1000啦，即係近呢3次都係沙田1200咁樣，咁啊楊明倫啊黃寶嚟啊各騎2場，成個馬嘅狀況，我想講呢一隻馬咧，即係一如既往，即係咁多年嚟香港，每一次都係呢隻馬都係放一味放，
咁就去到上場啊，因為黃般尼就因為傷患問題啊，咁就冇得騎咁樣，轉咗楊明倫。咁本身4班嘅時揾黃般尼減磅，其實110磅啊，113磅係好跑嘅，即係如果放頭的話。咁就上次揾楊明倫騎啦，冇磅減 ，OK。咁呢隻馬係8檔起步，7集慢集啊。咁啊，去到直路嘅時候啊，咁到個300至400米嘅時候，咁就終於開始展開佢嘅追勢啊。咁佢200米嗰時係受困啦，奈何咁就擾攘攘去到差唔多100米嘅時候，先真係望空。咁就楊明倫都係略嫌推幾下，隻馬一湧上嚟。睇末段嗰個衝勢嚟講啦，呢一隻馬咧，即係最尾啊，即係緊雖然跑第5啊，22秒6啊，即係屬於好精神啊，即係實力加會當零呢啲，係絕對唔差嘅。隻馬如果論最的話，咁的話其實呢一場嚟講啦，揾阿蔡明少騎，咁就會唔會放咧？都會唔會追？其實廣州去到1分數，我覺得就40-60分嚟講咧，依然都有呢個迴旋之地嘅隻馬。咁就如果放的話，固之然係好啊。咁呢隻馬曾經何時1分08秒8嘅，基本上即係最快時間嚟啊！即係自己放的話，當年都揾阿黃寶嚟咁樣。咁呢一隻馬其實呢一場如果冇放頭馬的話，呢隻馬慢放力都可以。論追的話，爆炸性亦都唔差，即係上場睇個反應嚟講。咁就我呢122磅嘅紅海風帆抽8檔，轉阿蔡明少手比較輕柔啲嘅韁繩的話，我哋覺得都頗有機會。11號嘅紅海風帆，咁就揀埋呢一隻啦，呢一場，我覺得呢3隻嚟講都穩中求勝之選啦，即係鐵三角咁樣，我覺得都 OK。暫時睇下。咁就第二場啦，4班1200，咁就overall嚟講就揀3隻馬嘅，2號啊團結戰靈，咁就係9號嘅瑞木啊，同埋11號嘅紅海風帆 ，OK。之後就略咁樣講一講第3場啦，因為跑3班1000呢啲場合我都頗中意啊，因為都有啲新馬，有啲就唔係咁強嘅舊馬，都有啲喺擂台等咁樣啦。如果你4號一超眼光就擂台等嚟嘅，咁就3班1000啊，呢一個杯賽嚟噶，即係15運會啊，即係全運會啊，香港獎牌運動員杯啊，咁就呢一場嚟講咧，咁就3班1000啊。你要睇翻個檔位形勢啊，即係暫時檔位形勢嚟講咧。今季就跑過11次嘅，即係 A 賽道嘅3班1000咁樣。咁其實1、2檔唔係咁着數啊，當然都係古戰1、2檔唔係咁着數咁樣。咁就外檔啲可能12、13啊，呢啲檔位嚟講就比較佔優少少啊。咁就 overall 嚟講就等兩隻新馬啦，一場3號嘅三甲之星。8號嘅國千金，咁呢8號嘅國千金係揾阿潘頓騎啊，大家記住係潘頓。咁就呢一隻馬嚟講啦，8號嘅國千金馬，每一課集啊，即係呢隻馬其實就即係粗到真係，我即係評價為粗到都幾足下其實。咁就試過4課集嘅，咁就從化草集啊，咁就幾多課位又有，咁就跑3課從化草集，3課都係楊明倫試啊，咁就2次贏，1次跑第3，咁就基本上呢一隻馬咧跑法嚟講啦，即係 overall 咁多場嚟講都比較後面追上嚟嘅，即係6、7位啊咁樣後面追上嚟。我啲評價課集或者呢幾課集嚟講係。好似都想贏，即係我個鬥心好強。唔算話真係好擾攘嗰啲，即係話到明，即係想搏咁樣。咁之後最新一課集啊，係跑馬地草地，我話潘頓士，咁就亦都係啊，即係最尾去到直路嘅時候一擁而上咁樣贏，咁就贏埋加工王啦，最尾影相咁樣啦，即係課集啊。咁就潘頓士埋課集嚟講，好似貌似好似隻馬好似都幾好，但我就反而想中意另外嗰一隻新馬多啲，即係3號嘅三甲之星，貴福特田泰安呢個騎呢配搭。咁呢一隻馬嚟講，點解我會覺得比較比潘頓一隻好嘅？咁暫時嚟講賠率方面，應該潘頓呢一隻就熱啲嘅，即係我自己覺得。咁就等一隻馬嚟講，我即係覺得佢呢隻馬咧，即係嗰個進步啊，同埋香港適應程度係比呢一隻國千金好喎。咁就集嚟講啦，呢一課三甲，即係呢一隻三甲之星咧，試過2課嘅。咁就2課集話得沙田草地咁樣，咁就都係田泰安士。咁呢一隻馬就未去過從化嘅 ，OK， 係去從化一陣，不過都係2星期嘅翻嚟咁樣咯。咁就冇課集試嘅喺從化嚟講。咁啊，主要啊，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喺沙田嗰度操練。咁呢課集嚟講，隻馬都係輕輸腳頭，都想適應下咁樣咧。同埋集嘅對手嚟講，我即係覺得。即係比國千金嗰幾場係好喎，咁呢一隻馬其實即係沙田草集沙田嘅1000啦，
同埋沙長之友咧，琴日嗰一隻馬咁樣拍，即係最尾喺度鬥翻嚟嘅，個鬥新聞講得幾好。其實田太我冇乜點騎啊，呢隻馬就基本上2次都咁就相比阿楊明綸啊、潘頓騎嘅嗰一隻國千金咧，即係比較搏命少少。咁嘅三角之星其實嗰個狀態嚟講，我覺得適應得幾好。咁就另外呢一隻馬啦，即係喺海外嘅時候啊，咁就都係1000嚟講就比較好啲嘅。雖然係唔係直路賽嚟㗎，嗰啲即係轉彎嘅1000，咁就都贏過3次嘅，即係澳洲啊、新南威爾士咁樣。咁嚟講，一路程嚟講啊，啲1000嚟講呢隻馬都唔錯。咁就我覺得3號嘅三甲之星就揀啦，同埋11檔啦呢一方面就比國千金嘅5檔會再來得好少少。咁就呢一場嚟講，呢隻三甲之星就以70分評分，125磅11檔呢個狀態嚟講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咁啊，第一隻馬揀呢個三甲之星先3號啊。之後2號隻會長之寶都幾搞笑呢隻馬，可以話係。咁就呢隻會長之寶啊，自從上季嘅2月份嗰時贏咗一次馬啦，即係本身係67分啦，贏之後74分。咁就之後就韋德都搏咗好多場嘅，但係都依然贏唔到。即係自從上一次贏馬嘅時候啊，去到而家1年時間啦，5次第2，1次第3。但係都未出過頭咁樣，每一次都有啲擾攘咁樣就輸咗。我覺得呢隻馬都冇咩冠軍運嘅，咁今次嚟講都唔揀呢一隻。咁就4號嘅俏眼光呢一隻馬都係幾好嘅一隻馬。咁就但係今次嚟講係首次跑3班咯，咁就可能一方面可能未必有啲隱憂咁樣。咁就呢俏眼光嚟講啦，跑過4次，2次贏，1次第2，1次第6。咁就嗌到話其實呢隻馬基本上都非常之夾喎，佢話係。咁啊，上次1月4號跑完之後啊，咁就連操2課之後跑呢一場。咁啊，求勝深切嘅呢隻馬，咁就最佳時間就56分56秒8咯，即係上次贏馬嘅時候。時間嚟講，其實以135磅嚟講，絕對唔差噶。咁啊，去到3班嚟講得都今場大熱門應該係呢隻俏眼光。咁就蔡約翰兩隻馬啦，即係俏眼光同埋呢一隻6號嘅魅力寶區嚟講，應該係4號嘅俏眼光會比較佔優少少。因為6號嘅魅力寶區通常都係跑開一啲谷草啊，或者沙田泥地咁樣咧，即係跑呢個直路賽沙田1000嚟講就睇翻賽制嚟講啊，比較平庸少少啊。咁就報呢一場嗰個可能都係想減分，不得而知啊。同埋7歲馬都已經慢慢退步啊，即係由本身90幾分已經減到而家分數有65分的話，其實真係減得太多。呢隻馬都減唔落呢啲持續退步中嘅馬。咁就第二隻馬嚟講都會揀就係領航君子嘅5號啊，咁就係鄭俊偉、潘明輝嘅騎練配搭。呢一隻馬其實有人唔係咁可以抽過二檔嚟講，其實我覺得即係以檔位統計嚟講，呢一方面唔係咁理想。但係呢一隻馬嚟講，我覺得都係粗舊，亦都係幾擅長跑呢個1000直路賽嘅。咁就呢隻馬出過6次啊，即係上季嘅4月份開始啊，咁就跑呢一個谷草1000嘅。咁就反而唔錯，我初出嘅時候跑第3啊，即係最尾輸成3-4個馬位咁樣。咁之後啊，去到今季嘅時候就初次嘗試呢個沙田1000，跑咗2次。咁就69分嗰一次啊，131場次啊，潘明輝。咁就呢隻馬就擺啲前啲嘅位置跑，咁就最尾啊，咁啊輸俾呢隻星岸傳奇啊，飛來閃耀。咁就繞咗樣呢隻馬喺度，咁就操咗好耐呢隻馬，咁就慢慢就跑翻谷草1000咁樣啦，即係想攞下新鮮感咁樣。咁之後就自從上次啦，即係10月17號啊，跑完之後咧，咁啊鄭俊偉啲功夫開始咧，即係又開始嚟翻呢隻馬，即係拍跳多課、快跳多課，比較辣少少喎。咁就跑翻成沙田1000，我覺得都幾有機會呢隻馬度。即係跑開啲可能真係啲擺啲前啲嘅位置跑啊，咁同埋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曾經我哋就課56分56秒4嘅，講真呢個時間嚟講喺呢一場嚟講絕對唔差㗎，基本上即係除咗減分減到過晒龍嘅狀元及第啊，或者真係以輕磅先嚟咁就好快嘅會長之寶之後，呢隻馬嚟講比較清鮮啲嘅，即係分段時間。咁就而家仲要咩122磅，即係比之前嗰隻會長之寶128磅仲要輕到8磅，輕咗6磅的話咧，幾佔優我覺得。同埋賠率方面，啲領航君子都唔算話太熱門嘅，絕對。上次係16倍啊，咁就 overall 嚟講，呢隻馬都就算熱啲啊，落飛都好多係10倍到開跑喎。論咩飛嚟講，俏眼光啊，會長之寶啲絕對比呢隻馬熱啲嘅。咁就我覺得領航君子有機會。咁 OK，咁就
揀兩隻算喺呢一場度，即係大家如果中意俏眼光啊，或者會長之寶呢啲，即係比較穩陣啲嘅，即係賽績嚟講就比較穩陣少少的腳咯。不過我就未必揀，我都係可能揀啲冷門少少都幾有機會嗰啲馬。咁就第3場就介紹3號啊，三甲之星，咁就貴福特田大安，同埋5號嘅領航君子，咁啊鄭俊偉潘明輝咁樣。即係第4場啦，第4場係跑4班14米。呢一場嚟講，我只覺得有一隻馬嘅，即係有啲琴日嗰一隻幸運星球嗰種感覺啊，即係又係啲3班落4班啊，就係一啲喺前面走嘅馬，一開閘即刻搶啊咁咧，即係偷步咁樣咧，咁就一放到底啊！即係3班落4班一放到底嘅馬。咁就2號嘅12神將啊，4班14啊，講緊第4場4班14，咁啊揀2號嘅12神將啦。呢一隻馬唯一可能真係弊端少少啊，即係14檔咯。但我覺得影響嚟講都有，但係都唔算話太大。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其實上季戰績嚟講非常好啊，贏咗3場，咁就9月份啦，贏完一場之後，去到第2年嘅7月都贏翻一場，咁就賽微少奇呢隻馬係 very good 嘅，因為都人馬配得唔錯啊。咁呢一隻馬嚟講啦，即係上季季尾嗰條4班59分啊，咁就一放到底啊，咁啊最尾之後就升咗上嚟3班。咁呢一隻6歲馬嚟講咧，其實3班嚟講真係唔係好夠跑。只可以近咯，即係輕磅之你可能近咯，但係如果話贏的話，真係比較難啲，位置都難。咁就 overall 嚟講啊，蘇偉賢都即係一心諗住減退4班再搏殺嘅呢一隻12神將，咁就跑6場啦，即係由65分終於減到而家58分。咁啊上次啦，即係跑完嗰場谷取1000，其實呢一隻馬係即係你參考翻成日上季贏馬。3次都係沙田1004，前季贏馬贏過1次前季，咁啊沙田1006，咁就今季又報咗3次嘅谷草1000啊1200咁樣，喺個完全太短嘅路程，呢隻馬完全發揮唔到，咁就亦都唔需要發揮啊蘇偉賢。咁呢隻馬慢慢減啊，本身係放頭贏呢隻馬，幾次都放頭贏，咁就唔放頭咁樣後想贏咁樣，後想跑唔係後想贏，咁啊後想跑咁樣，完全係跟跑而回，予賽於雜，予賽於粗，咁就10月17號啊，咁就上個月17號咁就終於減埋咗2分，去到而家4班。呢一隻馬一去到4班，蘇偉賢即刻好似如臨大敵咁樣，好似真係哇！終於去到4班，等咗好耐，頸都長埋蘇偉賢，咁就即刻去咗從化咁樣，係過2日即係去從化。功夫重新再做個拍跳多貨先買貨重返泥閘咁樣，又係終於有呢隻馬，即係時隔咁多個月，次次跑都係醉咁樣，今次終於貨閘即刻跑即刻放，沿途帶貨，姿態輕鬆啊！即係個評論係，咁就放翻嚟啦，非常之好咁樣。咁就今次啦，即係操夠、跑夠、養夠。減分減夠，落翻4班，跑翻首本路程沙田1004，賽微少繼續騎74檔，照試下呢隻馬。睇牌面嚟講，蘇偉賢係最近嚟講都頗多嘅，一落班即刻食嘅馬。咁就呢一場嚟講，就即係12神對比稱先少少咯，即係論鬥志同埋論個狀態嚟講。咁第4場啊，首先推介2號嘅12神將先嚇。咁就配腳方面就再睇睇先 ，OK。咁就明日嘅紅牌重心，再同大家分析啦，OK。咁就祝大家好運啦，好，拜拜。